Good evening. Good evening. 你是哪边的？你哪来的？安溪吧。现在拉长的一个平常的，我是平常的。因为我们是那个汉人的，我谈得了新闻安老的，西门多出的，红白为了什么呢？我这正常的，他烧起了这个，现在都给当老兵，music field 啊，我们 business 啊，他们哎呀，我讲可能我不怕啦，哎呀，一个那是那个当老兵的中了，迷信的这个，他们包括的，别人是包括的，那个在一个人，一个说完是说的，没怕出来。现在空中有别的，都会呢。中米勒交给我们干嘛呀？你是个是就是一号我们 school 之类的，然后那个也没得哪里，然后当然，现在那这个像是今天这个梦了，哪会的来自台湾第三代人，现在我们毕竟跟那里应声了辛苦，阿哥阿爸阿老拉都上来。现在是这个朋友啊，一听嘛，我拉黑你，妈的意思去，拉萨夫是吧？拉一个几个人怎么爬入口里？拉你不是，拉现在就是在你上面的都是啥？还有一个事情。等会那个沙那个沙附近的那有的拿回那个等会 ，OK， 那就几个回来了。